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咧都係收睇呢個風林一周，又係我 Wallace 啊。咁喺度咧就希望大家支持下我哋嘅製作，咁就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嘅。咁啊，今日咧喺我錄片之前，就突然間收到大力哥通風報信嚇，講緊一個好大嘅新聞，咁就係話咧阿約羅啊，基本上咧就因為受傷嘅關係咧，好可能咧就不能夠參與對呢個車路士嘅一場比賽啦。咁呢個當然對於曼迷就一個晴天霹靂啦。咁但係到底個影響會係點咧嚇？咁一陣咧我都會去講下呢方面我自己嘅睇法。咁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或者先回顧一下即係對列斯聯嗰場波先。嗱，事實上咧賽前啊，我當時都大膽講啦，我話咧曼聯係需要或者係甚至應該可以咧係打敗列斯聯嘅。咁啊固然就即係我跌咗眼鏡啦，咁亦都咧係好失望啦嚇。咁無論即係喺嗰個而家爭緊歐聯嗰個形勢上面，又或者咧大家都會知道，譬如喺上半場嗰個表現啊，好多都有講到啦。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個係我哋即係如果覺得失望、沮喪係人之常情嚟嘅。如果你係中意曼聯嘅話，咁但係咧就即係已經有啲嘅聲音咧，就喺度話咧啊，係咪卡域克咧就即係好似唔冇料到啊，或者佢真係唔適合轉正咧咁。咁我又覺得咧，如果咁睇法咧，又好似跳得太快啊，咁都要即係我哋一定要有啲嘅所謂耐性啦咁樣。咁所以我始終都係堅持咧，唔好講卡域克留隊與否呢個問題住，去到即係歐聯資格到底攞唔攞到，當呢樣嘢係決定咗之後咧，咁我哋係再講嚇。咁事實上就阿明叔白賴恩粒神咧都有同我好相似嘅睇法，咁一陣我會再講多少少。不過講下呢場波啦，嗱，其實對列斯聯呢場咧。我自己覺得咧，喺批評即係話卡維卡或者教練團隊嘅時候咧，先要拆翻開一啲不可控嘅因素先。嗱，例如最簡單停賽傷兵啦，呢啲就即係唔係話教練團隊可以控制到啦。嗱，列斯聯嗰個嘅表現啊，呢個當然亦都唔係曼聯嗰方面可以控制到嚇。咁其實列斯聯好明顯嗰個護級嘅戰意好強。咁事實上咧，喺即係上一條片我都講到，我都好欣賞列斯聯呢隊波㗎嚇，即係佢哋嗰個嘅踢法啊，或者即係整體嚟講咧，係其實幾悅目下喎，佢隊波踢得嚇。咁就另一方面咧，球證嘅判決啦，呢啲咧都係不能夠控制嚇嘅一啲嘅力量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喺即係講今日，譬如話教練團隊嗰個表現嘅時候咧，首先就睇翻嗰個排陣先啦嚇。咁其實咧，我覺得個排陣咧，你問我咧，就尚算合理喎。咁啊，基本上咧，唯一可能比較有爭議性啲就係話，究竟應唔應該將阿高佬石斯高係擺呢個嘅正選咧？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嘛，係嘛？即係曼聯係今屆好特別啦嚇，因為即係啲杯賽出晒局，又冇歐洲賽踢，咁就只係打40場波。咁就好似唔需要點輪換，但係事實上一隊正常嘅強隊，即係尤其是要預備幾線嘅強隊都成日要輪換下㗎啦。咁而今次卡維克嗰個輪換都唔算好多啫，係嘛？只不過將石斯高就擺正選。咁我覺得唔好話因為個結果啊唔係太理想，就去話呢個輪換唔啱啊咁。咁呢個就即係有啲馬後炮啊，我覺得。咁另一方面啦，亦都有個講法啦，就係話嗱，即係頭先講到話個排陣，我覺得尚算合理嘅。咁啊，就係話個休息太耐啊，谷唔起隊波啦咁。咁呢個就有時教練團隊都係盡做嘅啫，係嘛？咁之前已經有集訓啊咁樣。咁但係始終你同一隊剛剛喺足總杯打起咗嘅列斯聯，咁當然嗰個臨場嘅即係入局啊，係可能會即係冇咁快啦嚇，曼聯方面。咁呢個亦都唔係話可以教怪晒教練隊。咁嗱，唯一咧當然有一個可以拗嘅地方就係話，去到即係當卡斯米路即係追到1-2嘅時候，係咪可以再即係換下啲
進攻球員出嚟嚇，擺多少少進攻球員進取啲咧咁。嗱，但係當時咧亦都係已經打少咗個人啊。咁就嗱，我呢樣嘢我就覺得就兩睇啦，係嘛？你如果擺多個進攻球員出嚟，最終係輸多一兩球嘅，咁你就唔係話淨係輸波唔見咗3分嚇，甚至可能連嗰個士氣啊、個信心都會有啲打擊。嗱，咁呢個係一個即係代價。咁當然。即係亦都有可能啊！真係譬如話擺阿孟治啊、舒克斯出嚟會搏得到都唔頂，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只可以咁講啦。我唔認為佢今次即係打少一個人即係唔去進取啲係錯係嘛？我就唔會認為係錯，不過亦都唔敢排除個可能就係話其實如果佢進取啲或者有機會攞翻1分都唔頂。咁呢個咧就即係唔會有人知㗎啦。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我覺得個教練團隊咧個責任就唔算好大嘅。咁啊，講到頭先提及過白賴一粒神啦，嗱，如果大家有啲比較年輕啲嘅觀眾，可能都唔知道白賴一粒神其實喺曼聯嗰個歷史地位係幾咁高啊！呢位嘅所謂神奇隊長啊，咁就曾經就喺即係當年破咗英格蘭呢個聯賽嘅轉會紀錄。應該係講緊150萬嘅轉會費啊！咁當時就好犀利啊，好似有6年都未被打破嘅。咁事實上咧，整個即係80年代大部分嘅時間，同埋90年代初期咧，粒神都係即係曼聯嗰個嘅核心球員嚟嘅。咁佢又點樣講咧？最近佢都就住曼聯嘅發展有啲嘅睇法。咁第一方面咧，佢就話咧。佢就覺得曼聯咧，即係好希望曼聯簽到啊森林嘅安達臣。咁呢個咧我都講過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安達臣。我覺得咧，如果尤其是卡斯米路走咧，曼聯能夠簽到安達臣咧，就真係可以話一個係即係替補到卡斯米路，甚至嚇喺個功能上咧，有啲嘅事情可能即係卡斯米路做唔到嘅咧，安達臣或者要做得到。咁當然啦，即係安達臣亦都唔係話可以完全做晒卡斯米路而家做到嘅嘢。例如我相信頭球攻門啊呢啲咧，就卡斯米路係好啲嘅。咁但係始終咧，即係安達臣就我心裏邊咧最希望曼聯今個夏天可以簽到嘅一個球員。咁啊，呢個同粒神嘅睇法都原來係一致嚇。另一方面，粒神亦都講到啦，佢話咧其實咧。佢認為卡域克只要能夠幫曼聯攞到歐聯資格咧，就應該俾個機會佢坐正。咁呢個亦都係我一貫嘅立場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唔需要再多講啊。咁只不過咧睇到阿粒神嚇當年我都好中意嘅呢位嘅名宿啊，咁佢都有同我即係咁相似嘅睇法。咁啊，其實都幾開心。咁啊，講下呢個嚟緊啦，對即係車仔呢場波啦。嗱，我諗咧就當然啊，喺牌面上咧嚇，曼聯剩翻落嚟呢幾場波咧，對車仔呢場波可能喺牌面上咧，起碼就係最難打嘅。第一就係一場作客波啦，第二車仔咧，佢而家係同我哋爭緊歐聯資格嘅。咁亦都係即係喺個實力上啊，大家都接近。咁我覺得即係絕對係即係唔容易應付啦。咁但係或者即係平衡下大家即係嗰種嘅即係可能擔心嘅情緒啦。其實車仔咧最近咧個近況就麻麻地嘅啫。佢咧就分別咧喺聯賽裏邊咧嚇就曾經咧就係以0-1輸俾紐卡素啦。以0-3輸俾愛華頓啦，同埋剛剛咧，亦都以0-3咧係輸俾曼城嘅。歐聯方面咧，亦都係俾巴黎係淘汰咗，咁兩場合計咧係2-8。咁啊，唯一咧比較好啲咧就係即係足總杯8強啦，就係以7-0係取勝。咁但係當時就對住一隊咧，即係可以話即係非英超嘅弱隊啊，呢個嘅Port Vale。咁啊7-0，咁所以咧個參考作用都唔係好高。咁啊，到底即係曼聯即係有冇機會咧？咁嗱，我覺得即係我作為球迷咧，我一定係會覺得有機會嚇，一定有啲信心先。咁啊，
喺嗰個戰術方面咧，即係好多嘅講法都係覺得話，我哋譬如係咪應該要打得係進取啲啊，或者係咪應該打比較穩守突擊啲啊咁嗱？但係我近排即係有時睇一啲嘅英超賽事啦嚇，我就發覺咧，其實而家嗰啲嘅戰術咧，可能大家個距離啊，即係個實力嘅距離啊，相對係拉近咗咧，就好少話。啊，一隊咧就90分鐘打主攻，另一隊咧就90分鐘打防反咁，好少係咁啊！起碼我即係大家，如果你唔同意，可以留言更正下我。我覺得而家咧有少少似一種時段式嘅踢法啦。咩叫時段式嘅踢法咧？就係可能咧隊波咧就攻一段咁樣，可能攻譬如10至15分鐘咁。咁但係因為而家咧嗰啲體能咧，大家因為都好似一種人盯人咁樣去跑動噶嘛。就消耗得好緊要，咁所以咧，無論你幾強嘅隊咧，你攻到即係10零分鐘、20分鐘咧，點都要唞一唞啦。咁對方咧亦都唔會咧係坐以待斃啊，就輪到對方去攻啦咁。咁咧可能咧，如果一隊比較弱啲嘅隊咧，就冇話攻得咁緊要，即係攻得咁長嘅時間啦。但係都好少話咧，哇90分鐘咧係即係完全打防反嘅。都可能會有即係一段嘅時間又去嘗試，甚至係嘗試主攻一下，趁即係另一隊要唞唞嘅時候咁，咁好似一種時段式嘅踢法啦，我會形容為。咁啊，所以咧今次對車路士咧，我都唔認為咧曼聯咧係要90分鐘打防反咁樣，咁相反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可能都係一種時段式，係嘛？咁甚至有時咧好有趣嘅就係一啲作客隊咧，正正就係諗住，即係好多人都諗住佢一定會係打穩陣啊，可能佢一開波咧就反而會攻下先，咁啊發覺頭嗰即係5至10分鐘咬唔入啦，咁先至咧係打返一個比較即係保守啲啊，咁亦都會。其實你見列斯聯啦，作客曼聯咧。都係一開波就已經進取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傳統嗰種，哇呢一場波我哋要打防反或者要打主攻，好似講緊90分鐘都要咁樣做呢種嘅形容或者估計咧，可能有啲不合時宜㗎啦。咁啊喺個進攻方面咧，嗱我都覺得咧可能咧係要即係用翻阿麥保莫去做正選呢個嘅即係中間嘅鋒將會比較好一啲嚇。咁但係咧，我喺度咧亦都想提出一個對曼聯進攻體系嘅建議嚇。嗱，大家咧就即係睇得波多，即係波耐啦嚇。尤其是支持得曼聯耐咧，可能都記得90年代嚇。當簡東拿退休之後咧，我哋曼聯咧就出現過一個所謂黑雙殺，高爾、甲、約基同埋白雙殺，就係咧呢個舒寧咸夾蘇斯克查呢兩個組合嚇。嗱，我就覺得咧，曼聯嚟緊咧，尤其是即係喺要輪換啊，或者要去決定一啲即係調動嘅時候咧，都可以參考翻呢種所謂即係組合式嘅一種嘅思維，即係話咧，如果要出即係呢個嘅誒麥比奧莫嘅時候咧，我覺得最好咧右邊就俾個阿馬特佢。嗱，左邊咧就反而即係冇乜所謂啊！你出即係古拿又得，出多古又得咁。但係咧好明顯咧，麥比奧莫同阿馬特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化學作用喺度嘅。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如果出石斯高做正選咧，我就覺得咧左邊咧就最好係出翻呢個嘅多古，就唔好係出古下啦。咁我呢個就即係我嘅睇法啦嚇，就即係有翻一啲所謂組合嘅嗰種嘅諗法，咁就或者因為始終咧球員與球員之間咧，有時佢建立咗一種嘅化學作用。你睇翻即係曼聯對即係列斯聯嗰場啦嚇，咁啊出咗石斯高，咁啊夾迪亞路阿馬特迪亞路咁，咁就到嬲尾咧又即係換咗麥比奧莫出嚟。咁但係咧，到迪亞路又走咗喎。咁其實成場波就迪亞路同麥比奧我就反而呢隊本來係一隊好有化學作用嘅一句拍檔嚟㗎嘛。咁啊反而冇即係機會展現到呢樣嘢啊。咁我就覺得咧，曼聯就最好唔好拆散
呢啲嘅即係組合啊咁樣。咁啊當然啦，最後就即係喺呢場波嚟講啦嚇。講下而家個困難啦，已經即係有麥加亞又要停賽，跟住咧呢個嘅馬天尼斯咧又因為話佢拉人條邊咧又要停賽，咁所以咧我諗我哋而家咧即係喜歡與否咧，星期六呢場對車路士咧都係要靠希雲就夾呢個嘅蘇爾㗎啦。咁咧我就覺得就唔係理想，但係亦都我睇唔到咩選擇啦。咁你左右閘達洛仔同埋呢個嘅馬沙一人一邊咁基本上就即係都已經係叫做最可以排到嘅後防陣容。但係呢件事上面咧，我就都幾同意一個嘅評論員啦，足球通嚇，佢就話曼聯呢場波，與其話猛咁去諗個布防係點，其實點布咧都會有啲嘅漏洞，有啲嘅缺點㗎啦。倒不如咧就真係喺個進攻方面咧係比較真係諗下點樣入到對方波。因為去到最後咧，我哋頭先都講過嚇，車路士之前咧，對曼城係輸0-3啦，對愛華頓輸0-3啦，對紐卡素輸0-1。車路士嘅防守啊，都唔係咁穩陣嘅啫嚇，2場對巴黎咧，居然失8個波嘅，咁所以咧就不如就真係喺諗下點樣去入多啲波，所謂一種即係以攻代守啦，又或者你可以話以入波去彌補個失波啦嚇，咁我覺得就我都好同意呢種睇法，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即係禮拜六嗰日咧，最重要就係把握力。你而家好難咧，話成場波咧90分鐘壓住人嚟踢㗎啦。而家係種時段式嘅踢法啦，但係總之有機會嘅時候把握得到咧，咁呢個我就覺得係即係呢場波嘅關鍵。咁啊，即係當然啦，就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我哋仲係領先即係呢個嘅車路士嚇，應該係7分啦。咁所以咧打和咧，其實我哋都對我哋都係有利嘅。咁但係又唔好話諗住一去到就只係求和啦嚇。如果我覺得只係求和咧，反而咧會更加綁手綁腳。咁我都希望係贏嘅，但係即使打和咧，我都係覺得即係我都係覺得滿意嘅嚇。咁啊，最後講少少關於曼城對阿仙奴呢場波啦。呢場波咧非常重要嚇。而家阿仙奴雖然係領前緊6分，但係打多一場。咁而曼城如果贏得到咧，就追到係3分。咁仲要係打小場啦。咁同埋我諗去到而家啦，即係無論你講到話嗰個賽程啊，或者即係嗰啲分數咧，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士氣同信心。咁如果曼城呢場喺天王山贏得到阿仙奴咧，真係有後來居上嗰份嘅氣勢嘅。曼城咧，其實喺季初嘅時候咧，我曾經都即係應該有講過啊，我就覺得即係冇咗迪布尼咧，對佢影響係有一定嘅即係程度嚇。咁但係咧喺最近咧，似乎哥迪奧拿都揾到即係一個嘅即係替代啦，或者一個即係終於揾到個即係新嘅方案，就係咧用卓基去打呢個即係攻中啊。卓基當然咧係同迪布尼係好不同嘅球員，但係事實上咧喺即係卓基咧，佢又俾咗曼聯嗰個進攻咧一種即係新嘅一個體驗啊！咁所以咧就而家曼城好明顯咧就嗰個嘅進攻能力就即係上翻嚟，而嗰個能力嘅上翻嚟，亦都唔係純粹再靠夏蘭特啦。係嘛？即係季初嘅時候，好多時可能都係靠夏蘭特。咁但係而家咧，夏蘭特冇入波咧，都仍然有好多嘅入球來源。咁當然啦，1月嘅時候咧嚇，佢簽咗呢個斯曼尤同埋中堅基爾咧，呢個亦都係非常非常好嘅兩個收購啦。咁令到即係最近即係曼城咧嗰個表現啦，同埋嗰個嘅氣勢啦嚇，都係即係好似有一種能夠追趕甚至從後趕上嘅感覺。咁不過呢場波咧就重要嚇。因為呢場波咧，其實就係6分波嚟嘅。如果阿仙奴即係唔需要話一定贏啊，就只要打和咧，
都會阻住曼城追上嚟嗰度嘅氣勢。咁始終阿仙奴仍然都有啲嘅積分優勢喺度啦。咁所以咧，阿仙奴今場嘅優勢咧就係在於咧，其實佢唔需要贏，佢只需要打和到曼城咧，都已經咧係會穩固到佢今次即係喺聯賽榜首嘅地位。但係曼城都有佢嘅優勢喎。嗱，曼城咧就你可以話一定要贏㗎啦。咁但係咧，佢有三方面啦。第一方面咧，佢有主場之利啦。第二方面，其實咧佢就你可以話個壓力係冇阿仙奴咁大。阿仙奴咁長嘅日子都攞唔到錦標啦。咁尤其是今次咧，好眾望所歸，好多人都覺得呢一季係要阿仙奴應該係佢㗎啦咁。咁所以話曼城咧，我唔係話曼城即係點講啊？即係當然佢都好想攞聯賽冠軍啊，但係問題其實大家一路以嚟都唔係咁睇好佢噶嘛。咁所以其實佢壓力相對細啲喎，再加上佢已經攞咗隻聯賽杯，你可以話咧係即係有咗一啲嘅即係收穫㗎啦。咁所以咧就呢個令佢嗰個壓力咧係即係會反，我認為係冇阿仙奴咁大啊。咁第三咧，當然亦都係最近咧喺聯賽杯嘅決賽咧就擊敗阿仙奴。咁呢個對於即係曼城今次再戰阿仙奴咧嚇，我相信球員方面咧，曼城嗰個嘅信心啊會強嘅。咁各有優勢啦嚇，阿仙奴打和都會幫助到佢聯賽可以穩固嗰個領導地位，曼城就一定要贏。咁就我就喺度咧，我就唔做一個嘅估計啦嚇。咁喺打完呢場波，睇完呢場波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去傾。咁多謝各位睇到呢度，咁啊下次啊，我哋係繼續，拜拜。